有啲生活細節會默默咁影響你嘅財氣同埋運氣。留意下邊呢幾點，可能係你轉運嘅關鍵。第一，經常口講冇錢，不停講自己窮，其實係一種語言嘅詛咒。你會無意識將錢推開，財運自然難入屋。第二，係客廳嘅燈長期昏暗，光線直接影響氣場。大廳唔夠光，容易令人哋心情低落，連好機會都會自動咁避開你。第三，爛咗個鏡繼續用，鏡係代表能量嘅流動，爛咗嘅角落同埋裂痕會令感情財運都出現裂縫。第四，係衣櫃塞滿咗舊衫，舊嘅物質堆存，舊嘅能量就難散走，新嘅財運都會擋住，好難入到你生活。第五，用錢冇計劃，如果你對金錢毫無感覺，錢就自然唔會留戀你，財富流失得特別快。第六，係梳化堆滿雜物，雜物塞住氣流，屋企會變得鬱悶，無論係靈感定係財運都會受到影響。第七，係屋企死咗嘅植物長期未清理，枯萎咗嘅植物會放大屋企嘅負能量，財富事業都會受到拖累。你有冇中咗以上任何一點？留言同我分享下你中咗幾多點？記得分享呢條片俾朋友，等身邊嘅人一齊改善生活嘅氣場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